好，今朋友一困过後啊，轉到福起來嚟節目嘅現場咯。今邊係8月號是神山縣大太教，今邊嘅來啊，食嘅東西也是係講春天嘅姊妹、春天嘅茶咯。吼，頭先你討論了嘅時間，你個應該柚花茶咪已經泡好咧吼，你下呢非常做我來吃看啊咧，唔過你嗌做我來搞一隻頭路半阿成吼，阿成而嘅食日嘅柚花茶吼，上來啦吼，我用嘅食嚟搞太。哈，我哋下做嚟食看下咧，我用嘅先係。不要拿起來，嘿，都是肉一直冲北啦。真係呢，佢種清香呢，有柚嘅花嘅清香，韓國佢嘅誒茶嘅味絲，啊用即。夾鄉下來講，東蝦嚟講夾味，唔係知道，唔係講兩種味是係分開來嘅。哦，你下食落去，你下係嗬，講埋，要回甘係冇？最尾要減乜樣？係對，要減。真係呢，好啉嘛。係啊。係，也就係你嘅柚花茶。係。好，唔過做咧係用一下，阿成講拿起來做食，行嘅，哎我做唔定係跳應付嚟啦。排先。好啦，你平時啊，像一下阿成都嘅泡茶，錯冇？你出去嘅時間，你都老大家示範用嘅泡茶冇？一下你都專門像一下用，都坐到順口飲食。叫做機泡茶吼，坐到佢對面吼，叫做假裝也係銀行吼，用食啦。所以你都用茶出去，用一個買茶嘅時間，就展覽媽媽嘅時間，就出去，你都要示範咩吼？你還是有泡茶冇？我沒用泡啦，但是我泡起來冇咁好看啊，佢泡起來較好看啊。哦，估數你們有一上然後主要都泡茶，唔過上班下你們會來就係示範俾大家看，吼，因為上班講真係有動到嘅素材。歇滾一下啦，泡久了咩歇滾一下。錯，冇本人歇滾下，唔好就聽啲講愛用飲食茶啲。好講多樣上你嘅柚花茶吼，前年茶咪其實春天嘛，講春天呀時節，柚花大發了吼，就你都就。一模罕吼，也時節老太家講下，柚花就係一年搶也時節大發係嘛？係，它一年的話，它其實它只有辦法在3月這個季節去做，然後再就是說3月這個季節的話，柚花只開平均只有開20天，然後再就是說，他一定會問說，為什麼一定要用這個柚花來做？錯啊，佢含用嘅上度誒，對，其實柚花就提到柚花，然後就其實會想到說，其實我們瑞穗，然後還有鶴岡文旦是很有名的，那其實這個花其實變成是我們水手就可以摘取到的，然後必須就不用說一定要去哪裡去收集花啊，或者收集什麼其他東西來做熏製，其實柚花就是最好的。嘿，但柚花有一個先決條件要先克服，就是說它的。就是一般管理是要用，就是噴灑藥劑，還有化學肥料部分。對你的藥劑部分的話，如果說有噴灑照一般的慣性管理的話，你的柚子花就不可以來巡查。最大原因就是農藥殘留。哦，所以佢最驚嘅就係也講農藥嘅殘留問題。古時候即係講要限農藥嘅，做清做唔定拿來做柚花茶咯。用而到係愛專門要一隻期，那一隻期全部做唔定限農藥，用冇？對。然後我們在做柚花茶的同時，我們一直在尋找就是可以配合的這些，比如說農戶啊，對，農民啊，然後來去跟他們去溝通，說是不是可以全部讓我們管理，然後採收所有的東西都照我們的方式去管理。嘿，然後現在最重要是要先跟他們溝通。那如果說他們沒有辦法接受，我們就可能沒有辦法去跟他收購這個柚花園。古時候也嘅應該當中嘅交通啊，咩十分嘅重要咧嗬。韓國記得可能做得，人講好啊，而也下講安用嘅做，那種用嘅做。不過你都安用嘅，佢哋講佢就做定你的方法來做咧。是，那就是說，如果我們像我們方法的話，就是說。你要可以接受我們的方式管理，然後甚至就是說，可能樹頭可能會有敗壞的趨勢。對，因為你就是習慣用這種方式去照顧這棵樹的，但是你如果一下子不讓它，就是說使用化學肥料或是去驅蟲，就用藥劑驅蟲方式，它一開始它會很不習慣，就像小朋友一樣。對，但是你需要時間去讓它去適應。對，然後。這樣的東西必須你要很堅持，然後要持續去做，然後甚至可能要多做一些補貼
原主的一些动作。哦，来补贴记得啊，因为那个伊海安用啊，吼，迄有的书迄讲无法度适应的时间，可能佢就会讲到尸体咧，吼，也都也讲有那个偏重开的门气，也都全部做出来咧，也当然要一段时间，本佢去适应也环境的吼。书的咩老人穷用嘛，吼，去到一张素材也讲用另一种方式的时间，要有那个适应，系一定重要的。哦，也都系材料的来源程度咧，还有最大要牺牲的一部分就是9月的文旦柚了。爱是优化茶，你爱多大概9年时间，以为这么法都是安到的。其实不是多少的问题，是管理方式。然后起初你这种管理方式会造成就是文旦柚的外表果皮会遭受一些虫害。古时候还有油的好生，就系油的看起来冇安讲的错。很像我们那边阿姨他们说，你们的柚子怎么很像没有洗脸一样这样子的。无手手啊，用对，然后就是品相不好，然后再就是有些还是被虫咬过、叮过，然后保存期限也没有其他家的来的这么长，然后变成是说前几年你必须要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然后甚至导致你前年文旦柚几乎都只能用送的，没有办法去说，柚花是，比如我们主要是柚花嘛，然后柚子是附加产品的，但是你的柚子会造成是说，因为它表皮过于严重，你没有办法去靠柚子再去回收其他的成本的部分，所以必须在柚花在采集熏制材的部分，我们就必须要把成本都要先回收回来。哦，安用，然后再就是，对，其实也不会，它算是一个在地的一个新的产业的东西啦。然后早期因为柚花它不是说只有熏制茶叶而已，像做洗发精、沐浴乳。还有就是那个香水萃取的部分，都有用得上。但是产品没动到了。对，但是在于因为这样采集的方式，由于那个成本过于太高了，所以变成是说它渐渐就是可能用柚子皮，或是用其他技术的方面去做一个调味。然后他说可能在花这个部分就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做。然后直到就是说有想到就是说不一样的就是花茶系的东西，然后我们不妨也可以拿柚花来试试。再就是茶叶花，它算是比较高单价的经济作物，所以做起来的话，柚花的成本算是还算是可以摊平的。哦，安样，所以柚花老爷嘅一种茶面来讲啦，吼，应讲做出来嘅柚花茶，吼，算起来啊，吼，佢嘅成本咪係高，吼。唔過呢，老一般其他嘅我身邊可看得到嘅花茶有冇？嘅有冇解冇用嘅素材啊？最大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介绍，就是说我们熏制的方式，即係有經過一個熏制嘅方式。对，熏制的方式其實最大的差異性是在就是分層熏配的。最大的差異性，我们只取花的香氣，不留下。冇留一個花片有冇？不用下去。嗰時候頭先講，鄉親朋友看到現場用泡茶嘅時節，真係就搶茶天吼，冇看到花哦。唔過嘅柚花嘅一個香味、清香嘅味絲都茶啲嗰度就香香食得到。好，講到入邊就係你嘅柚花茶了吼。好，除咗柚花茶以外啊，你都其實本身啊，後尾還有其他嘅，即講在講茶葉地方度，好茶葉當中做除咗一種嘅茶之外，沒有其他嘅嘛。以前從一下看到嘅，也即係紅茶。蜜香紅茶是，對。然後蜜香紅茶嘅話，因為你的本身就會開發一個蜜香紅茶就有叫嘅。蜜香紅茶它其實它從真要說，其實大概1999年開始，對。然後它其實它有一個算是相同性非常高，幾乎原料是一模一樣，只差別是在它的原料的品種問題。它叫做東方美人。東方美人茶。對，它其實就是一定要招手茶樹在。都係你北埔也偏，唔係講澎湖茶也對嘛？對，北埔威美那邊是。其實它的屬性算是很雷同，然後差別是在它的品種還有做法。對，然後也是都是要在茶樹在種植的，應該說管理過程中是不可以噴灑農藥跟化學藥劑。對，然後它才會有那種蟲叫做小綠葉蟬去吸吮它。
哦，所以讲有一個講忙嘅吼，也講落研究啊，吼研究伊成果後吼，一個第八度嘅一個講做出來嘅茶啦，吼，佢嘅成分就會米絲就會冇強用啦，應該係用講，吼，也就係你講到你都有紅茶咩，吼，紅茶就冇留一個講到有嘅法就冇強用嘅咩，吼，一種茶嘅做法就冇強用，吼，一兩種嘅茶做法呢種會較困難啦。原料取得比較難，還是蜜香紅茶？是，對，一個蜜香紅茶啦，吼，唔係一個甜面醬來示範俾大家看咯，看一個泡出來嘅一個講茶色咯，所以就係釀嘅。一下來做我嚟問下伊度嘅一個包裝吼，講到一包裝，一下做我問題我得本阿成，我問下咯吼，唔見人來研究嘅，從一個包裝設計來講，真係同重要嘅吼，你除咗學講用嘅。做茶啦、種茶以外啊，吼，你對參與嘅過程係頭到尾全部要參與，也係講請種茶天天，也設計部分有來提供意見冇？設計部分吼，有專門嘅朋友嚟負責嘅啦。專門嘅朋友，專門嘅朋友嚟負責嘅，就有落去看過有獎啊冇獎嘅啦。有獎啊冇獎，所以講看起來你都知道即刻你都有張產品冇安樣，有提供意見啦，係安樣講。冇誒，其他朋友較厲害。哎呀，吼，亦都講到一個包裝啦，韓國一個講包裝真實啦，吼，一個包裝係講好啊，對一個行銷會幫助到動態嚟吼。哎呀，做啲老太家講對一個包裝來講，嘅自家有基本嘅一個要求，韓國上愛來即係講做出嘅一個形象係乜嘅？對，其實不管是我覺得茶葉包裝就像是人穿的衣服一樣，它就是第一眼看到其實就是外包裝，在還沒有喝到你的茶之前，你的外包裝是給人家什麼樣的印象，那很重要。再就是說一家店它想詮釋的一些想法，然後甚至就是說它的識別度，都一定要從包裝開始。所以那時候剛回來家裡吧，我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包裝。對，最大原因也是就是說，好在不算是不去干涉就是專業茶葉的領域之外的，我可以花更多時間去做。對。好，亦即係講茶嘅部分之外呢，日設計嘅部分，我哋同用心來做。頭先你識到嘅一個優化茶，吼，真係非常多日後一個你講追味啊，講係吃到味用感覺，我是吃菜嘅懂好，也想起來就係一種你講用心做出來啊，吼，呀消費者買咗去吼，見到食啦到就啲咧，吼，也講到也味啊，鄉親朋友喺講呢有機會我做得來花蓮行聊聊嘅，吼，那我頭先嚟收集到嘅一個蜜香紅茶，應該下甜哦，將來吃食，將來吃點可能佢嘅米絲上來形容嘅，成都有味來聊下嚟。